咱台湾去参加东京奥运拍模性具项目的选手陈念琴，虽然伫咧八强赛输予印度选手，不过伊唔认输的精神感动真侪人。伊是新北市政府特别准备10万块奖金要来勉励选手，希望伊会当继续来拍拼，互咱台湾人徛上世界舞台。就是这张相片，互真侪人看了拢受到感动。选择奥运模性具69公斤级。八强比赛输予印度选手，不过台湾选手陈念琴讲，无论输赢，舞台顶是新州选手上重要的所在。进舞台唔那是尊敬比赛，更加是对对手的尊重。在这舞台上一直成长、一直进步的这种感觉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，我也告诉了自己，在未来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在这舞台上，我一定要拿下金牌。陈念琴的教练也甲大家分享，比赛时阵选手第顶关是真孤单，教练参选手敢若会使挖靠平常时的斗打。拳击它是单淘汰啊，特别是在这个奥运的这个项目过程中，你只要输了一场就没有再败不复活的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压力。念琴这样的精神其实是最佳运动员的一个典范哦。摕到新北市颁发的10万块奖金，陈念琴也回送市长签名手龙。伊讲，即马已经开始准备，要在2024年把金牌摕回来台湾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